位評判先生，各位親愛嘅同學，能夠有辦事能力嘅人係要有毅力，要小心，同埋要負責。根據全世界嘅統計，女性對於工作係最有毅力、最小心而又最負責嘅。各處機關嘅女職員，佢哋嘅成績統計落嚟係好過晒男性嘅。古今中外，女性處理最繁雜嘅家務作、最神聖嘅養兒育女工作，同埋最富有高度藝術性嘅刺繡、編織等工作，呢啲係男性所辦唔到嘅。仲有，你睇下屬交通失事案件之中，男性駕駛汽車失事呢係佔大多數，呢啲證明女性嘅工作能力係好過男性好多嘅。所以，我反對由男同學擔任同學會主席。各位有學問嘅評判員，各位聰明嘅同學，我絕對同意黃美玲同學所講嘅一切。女性辦事係有毅力、小心而且負責。如果唔係，古時邊處有武則天同埋西太后做女皇帝呢？但係對於做事，除咗有毅力、小心、負責之外呢，就要有膽量、魄力同埋思想。呢幾個條件係女性唔及得男性嘅。呢個社會積極提倡女權，我本人亦都極之同意重視女權、男女平等、同工同酬嘅。但係黃同學所講嘅女職員嘅成績好過男職員，女性揸車冇咁多交通失事，所以認為工作應該由女性去負責。我認為佢所講嘅唔係幾切題。我哋今日所討論嘅就係同學會主席嘅問題。同學會主席嘅工作唔係單純負責死板板嘅功夫，係要注重策劃、外交同埋領導嘅才能。而且黃同學所提出嘅家庭雜務、養兒育女同埋揸汽車呢幾個問題，根本同同學會嘅工作一啲都冇關係嘅。所以我反對由女同學做同學會嘅主席。根據評判員嘅積分，係男生代表第一。